Hello， 大家好，我係 Jason， 今日帶大家睇一套適合養老度假嘅住宅屋苑，產權70年，總價只得225000，即刻去住埋現樓，唔使等時間交付啦，即買即住而家。俾大家望望周圍嘅環境，總價225000，可以買得到450尺嘅單間。咁我哋而家咧就入去售樓部睇下沙盤。而家買緊邊一棟？富力灣佔地面積230萬平方，分咗6期開發，係大灣區最成熟嘅濱海大城。我哋小區近住高鐵站，40分鐘去到深圳北啦。而家主推嘅係 D4 棟，D4 棟咧主打嘅係望海望住紅樹林，而且我哋小區有水雲天古村，有商業中心、休閒中心、文體中心等等，仲有水上樂園。小區配咗5星級酒店，夜晚仲可以睇我哋小區嘅海邊長廊，景色超級好，氣氛真係冇得講。我哋富力灣係國家4A 級旅遊度假區。介紹完沙盤呢，我哋而家就揸個售樓部嘅車啦，就入去示範單位啦。因為我哋而家呢喺現樓嚟嘅，所以呢我哋就要開車揸埋車入去睇下現樓嘅示範單位。咁我哋而家賣緊呢係 D4 棟，4棟就望住呢係後邊嗰片海嘅，仲有嗰邊前面嘅山景咯。跟住我就入去，呢個呢都係話喺呢間屋苑嘅綠化啦、植物啦，大家都可以睇一睇小區裏邊嘅風景，風景都非常之舒服嘅。樓盤咧、屋苑咧都好大，因為佢打造一個度假村嘅方式咧，所以咧佢嘅風景咧都非常之大嘅，係啦。左手邊咧喺別墅區嚟嘅，左手邊係別墅區嚟嘅。如果大家有興趣了解下別墅咧，都 OK 嘅。其實咧，我個人比較中意咧，落喺下邊玩啦，因為下邊咧有啲螃蟹啦，可以捉佢啦，同啲小朋友玩啦。不過咧都有少少危險嘅，但係我自己咧比較中意體驗呢啲農村生活咯，係啦。因為我細個時候咧都係海邊長大噶嘛，係啦。咁我哋而家咧就到咗示範單位啦。咁我哋咧就到咗示範單位呢棟樓下啦。嗱，把鎖匙，似嗰啲收租工咁喎。嗱，跟住我嚟啦，睇一睇園林嘅設計啦。咁我哋園林咧，全部都係植物啦，綠化比較多嘅，空氣咧都比較舒服。咁你可以望得到前面咧都係我哋嘅海景嚟㗎啦。咁紅樹林嗰個氧吧咧，就通過呢個植物入嚟咧，我哋空氣咧就非常之好嘅，就冇似海邊嗰種有鹹味啊，或者濕地個空氣質地嘅，冇嘅。咁入嚟啦。咁我哋成個小區咧，大概有7棟左右。後邊咧就係近住嗰個別墅區嘅，可以望得到別墅區嘅。咁你話我哋小區大唔大咧？都算好大嘅，都有過道嘅。呢個設計嘅過道咧，入到呢邊咧就我哋嘅平時小朋友可以玩得到嘅遊樂設備啦。出入咧就呢個係大門口嚟嘅，我哋都可以出得到啦。跟住咧右手邊咧係我哋嘅生鮮超市，係。左手邊咧就有少少士多俾我哋平時可以使用得到嘅，因為我哋平時喺樓下咧正常消費咧買啲嘢飲啊，或者買包煙啊，或者等等啦，都可以用得到啦。其實小區咧比較溫馨嘅，因為佢為咗我哋啲愛狗愛貓人士咧喺下邊啊遛狗咧屙屎都有地方俾你擺埋嗰啲垃圾噶啦，係啦。所以平時滿足到我哋生活啲嘢咧，全部都 OK 嘅。你話非常之好嘅商業咧，其實咧呢周邊咧外邊又有，小區下邊嘅商業咧就麻麻地啦。咁外邊嘅商業咧就比較靚啲，比較正啲嘅，有海鮮食肆啦，都有啲生鮮嗰啲食肆啦。但陣間發展商咧都有同唔同酒店嘅牌子合作，有啲客人咧可能買咗呢邊咧就翻嚟度假，可能成個月咧翻嚟2到3次唔多啦，就次數唔多啦，就驚空咗間屋咧浪費咗。咁酒店嘅好處咧，就同你哋合作管理，幫你管理好呢個屋苑，就可以幫你增加收益。我哋上咗9樓啦，我哋今日睇呢一套單間嘅示範單位。不過咧，我先俾大家睇一睇走廊外邊嘅風景。前面咧有山，後邊咧就有海嘅。咁我哋今日睇450尺嘅示範單位啦。
左手邊咧有廁所，右手邊咧有廚房啦。其實大家比較關心嘅話咧，就廁所同廚房嘅位置空間夠唔夠大？入嚟俾大家睇一睇，馬桶都有，洗手台都有，沖涼房俾大家入去望一望。我個人咧就有差不多170嘅高度嘅，嗱俾你望一望。呢個長度其實 OK 㗎啦，沖涼非常之舒服㗎啦，係。咁右手邊咧係廚房啦，平時我哋買菜啦、煮飯啦，就呢個位啦。抽油機咧都有送俾你哋嘅，個櫃咧都係發展商咧送俾你哋嘅。其實收納咧其實比較多㗎啦，因為每一個空間咧就利用到全部嘅。嗱，俾大家睇清楚先，全部都可以入拿得到你平時用得到嘅啲嘢。廚房嗱呢個空間咧，全部都利用起嚟。入嚟呢度咧，我哋又望得到有衣櫃、有床、有電視、有梳化，仲有個小小嘅辦公區喎。咁呢個區域咧，你都可以做為一個茶台啦，係啦。跟住我嚟睇一睇呢個衣櫃先。我哋衣櫃咧就採用咗實木嘅，不過你到時咧交付咧就冇呢個衣櫃，但係可以俾你參考一下。因為我哋衣櫃咧可以擺得到兩公婆嘅衫嘅，平時你翻嚟度假、養老啊都夠使用噶。咁下邊咧仲有個櫃，3個櫃桶俾你收納平時嗰啲襪啊或者底衫底褲都 OK 啦。係休息區啦，客廳咧就一體嘅設計嚟嘅個戶型，後邊有山，前面咧就有大海啦。大海嘅隔離咧，仲有山可以摸到嘅。下邊咧仲有個好大一片嘅紅樹林啦。紅樹林咧就俾我哋空氣咧就比較舒服嘅，所以呢邊又安靜。我哋住埋呢邊咧就超級舒適啦。又望山又望海，總價又抵225450尺，仲有一個更加闊嘅示範單位。發展商咧就攞咗2套450尺打通合併埋一齊。跟住我嚟睇一睇呢一套咧係900尺嘅，總價45萬啦。大家望得到頭先嗰間咧就呢邊咧就擺床嘅位置嘅，不過我哋呢一間咧打通咗另外嗰間合併埋一齊，咁就比較闊啲嘅，係啦。餐廳、梳化、大客廳超級舒服。咁我個人自己住呢邊咧，我就比較中意嘅，因為佢通風咧就比較舒適啦。陽台咧就利用咗我哋2套嘅陽台嘅闊度。俾大家望一望，陽台係幾闊咧？成個長度咧有8米之長，洗衣機全部擺喺外邊啦，空調、外機都係擺喺外邊嘅，都係望得到我哋嘅紅樹林同海嘅風景啦。住呢邊嘅，我個人咧最中意嘅咧就係買海鮮食啦，因為我聽咧平時咧有漁民咧收咗嗰啲新鮮嘅魚上嚟咧賣俾我哋業主食嘅，所以如果中意食海鮮嘅業主咧都可以過咗海邊咧，同漁民買啲新鮮嘢食啦。我知道大家最中意食新鮮嘅海鮮噶啦。咁呢個房咧就佢示範單位咧就設計成一個 BB 房嘅，2間打通咗咧，我其實比較中意嘅，因為休息區同客廳係分開嘅。咁如果平時翻嚟度假旅行，我咧就比較推薦呢個屋苑嘅，因為佢有山仲有海，其實最緊要咧就係安靜。佢遠離咗大城市嘅快節奏，我個人咧就比較中意安靜啲環境住啦，因為咧我休息咧就比較舒服啲嘅，係啦。咁平時翻嚟呢邊都可以，亦都可以叫埋幾個朋友過嚟呢邊參觀下你自己嘅屋，係咪？飲茶、飲 coffee， 笑下、玩下、游下水都非常 OK 嘅，係。咁我哋今日咧就睇到呢邊嘅啦。